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和自己的意中人来到这儿，可惜却错过了最美的风景。今天谢谢你，祝你好运。般若波罗蜜，不要！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来过，你愿不愿意？爱和恨确实会让人智商下降。孙悟空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你这个孽畜，本来答应如来佛祖护你师父去西天取经，现在居然联合牛魔王要吃你师父的肉，你可知道这是犯了弥天大罪？我告诉你，他不是我的师父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观音我就怕了你啊！悟空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说话？哎，不要吵！你吓死我了！你又凶我，你干嘛要这样呢？唐僧，孙悟空，我看也，我本来妖怪做得好好的，莫名其妙把我卷进取经这种破事里面来，还派上这么一个啰里吧嗦的死和尚。告诉你啊，这种事情谁愿意干谁干，我不跟你玩了。月光宝盒，般若波罗蜜，不要！你这个泼猴，你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，现在居然还抢了月光宝盒，想要避开我。你以为自己真的能成功吗？既然用不了月光宝盒，我大不了跟你拼了！哎呀，悟空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乱扔东西。我才说你又乱扔啊！拿不动我自己捡。乱扔东西是不对的。月光宝盒虽然是个宝物啊，但是呢，你乱扔它呢也是不对的，会污染环境，还可能砸到小朋友。就算砸不到好朋友呢，砸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。你干嘛？放手！你想要啊？你想要，你跟我说啊！你想要的话，我就给你；你想要，我又不会不给你。你如果不想要的话，我也不会故意的给你。你想要的话，你要老实告诉我。我给你3声，你告诉我你想不想要。3、2、1。孽畜！这个家伙没事就长篇大论、婆婆妈妈、唧唧歪歪，就好像有一只苍蝇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不是一只苍蝇，是一堆苍蝇围着你呀！现在，各位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。为什么？诸多借口，你根本就不想去西天取经，不管怎么解释，也不能原谅你欺师灭祖的行为。悟空啊，虽然他说要吃我，但是这只是他的一个构思，他只是说了一下而已，只是想了一下，他还没有形成事实啊！你又没有证据，不如这样啊，你等他真的把我吃掉了，到时候有证有据，你再罚他也不迟啊！唐三藏，我听说过你啰嗦，可是没有想到你这样啰嗦。我给你这金箍圈是要你制服这猴子，你为什么不用？观音姐姐，这个紧箍咒虽然威力很强劲啊，但是只能控制住他的身体，却控制不住他的灵魂。如果他不是一心一意陪我去西天取经的话，我留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个紧箍咒我以后是不会再念的。闭嘴！闭嘴！善哉，善哉。现在啊，你也感受到我的痛苦了吧？回答我！大王，孙大王在这儿，他好像在被人打呀。那你还等什么呀，大王？赶快去帮他呀！头还是肚子？肚子。
你傻呀？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用得着你帮忙？哎呀，悟空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乱扔东西嘛！你又不听话，你又乱扔。不要再打了，你又打不过关音姐，人一弹就把你弹飞了，你像鼻屎一样弹呢！不要打了，还有很多电呢，到处电了花花草草。哎，你看电到人了，不要打了。大王，齐天大圣好像已经不行了，那你还等什么呀，大王？快去帮他呀！头还是肚子？肚子。你傻呀？那是观音大士，我可不想惹麻烦。哎，走了。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。观音姐姐呀！观音姐姐，请你手下留情啊！试问谁能无过？再说了，他也是我的徒弟，徒弟犯错了，师傅也是有责任的。你可不可以放他一条生路啊？唐三藏，今日如果我不制服这猴子，无法向玉帝交代。观音姐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徒弟造的孽，师傅来还呢。哎，哪能有你呢？你歇会儿吧，谁让你还啊？孙悟空，你师父牺牲性命，想要救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，简直是天理难容。观音姐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麻烦你回去帮我和玉皇大帝说一声，贫僧愿意一命还一命。阿弥陀佛。这次真的伤得太重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晕倒的时候不是在沙漠吗？这也不像是沙漠里的绿洲啊。紫霞那个小身板能走这么远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5公斤那个杂货铺走哪都有的。先找到他，买些恢复法力的药再说吧。我去，关门了！这到底是哪儿？怎么还是禁地呀？原来是一个结界啊！那这是封印了什么吗？还是会通向哪儿啊？仙子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你是谁啊？我是南极仙翁啊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哎，这也难怪，
那时候，我还是个翩翩少年呢。南极仙翁。对了，正是啊！天哪，这100年在您身上到底发生什么呀？哎，别提了。可是仙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到底是哪儿啊？这个呀，这说话就长了。这片林子呀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只是这个结界可以达到一个地方。哪儿？达到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仙子，仙子！真是很久没有感受过阳光了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何人？请问这位天兵大哥，此处是何地呀？此处是天庭罪法场，所有犯过天条为惩处的仙家都会在此受罚。敢问阁下是何人？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否则会被赶出去。我说自己是谁呢？仙子，难道是这几天要巡查的巡查仙子？没错，就我。仙子，失礼失礼。您想从哪个地方开始巡查呢？我先那个随便看看吧，有什么需要我叫你。请仙子随便巡查，我随叫随到。哎，还不拉走啊？堆这么多还不拉走，后面的活怎么干呀？大哥呀，你们这么多人一块搬过来，这里我只有一个人搬上车呀，我真的跟不上你们节奏啊！你的意思是我们欺负你了？哎，可以这么讲啊。我告诉你，虽说我们违反了天条，失去了法力，但是我们在仙界的规矩还是有的。你一个畜生跟我们一块受罚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？不是，大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我可不可以慢点来啊？我真的很累啊，好不好？慢慢来。这乱石场的石头，如果搬得慢的话，就会不停地长，我们就得不停地搬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几个时辰，你要是搬不完的话，剩下的就你自己搬。没。别有打不过你！住手！谁呀？安妮，告诉他们我是谁。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家伙，这是刚到咱们乱石场的巡查仙子。仙子？乱石场竟然有如此不公平的事情出现，不如砸了！仙子，这乱石场是我们还阴的地方，如果砸了，我们都要堕入六道轮回啊！求仙子放过。知道错了吧？知道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还有下次，一个字，砸！不敢，求仙子放过。好了，散了，赶紧都干活吧。快，抓紧时间干活。哎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来啊？你认识我？哦，你可能已经把我忘了。哦不认识。仙子是神仙，我怎么可能认识呢？那他们为什么欺负你啊？因为他们也是神仙，而我……你是人？我不是人。那你是啥？仙子救了我，我不想骗你。其实我是一只猴子。猴子，受死！你怎么不躲啊？因为我该死。没想到你是真心悔过的。不管你之前因为什么过错来到这儿，你放心啊，以后只要在这乱石场，姐罩你。等等，
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仙子，请说。我想知道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之前受了伤，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仙子，我听说这个乱石场有一种采石，可以帮助神仙恢复功力。他们之所以让我在这拉车，也是不想让我找到这个采石。既然仙子这么仗义相助，我愿意帮仙子找到采石。没想到，到头来还是要被一只猴子救。站住！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？喂，仙子，你别冲动啊！我只是想帮你找到疗伤的采石啊。这乱石场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兜兜转转带我去了这么多地方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仙子，你真是误会我了。我是因为你刚才救了我，所以才想帮你的。你是想让我把你带出这里？那仙子，你真是有所不知了。在这里的每个囚犯呢，身上都有一个标记，有了这个标记，我们是逃不出这里的。那你的标记呢？我的这个标记有点隐秘，还是不太方便给你看了。无标无真相，你说你是不是想骗我？哎，仙子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。或者说，那个石头根本就不是什么疗伤的，而是你需要的。我只是单纯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仙子啊，咱们俩的沟通方式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单一啊？我刚开始有些头绪，我们就晕倒了，你怎么解释？我也晕倒了好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个采石本来就很难找啊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你怎么了？刚才可能把脚崴了，没事，咱们赶快去找采石吧。真的只是为了帮我？你说呢？我们这是掉到哪儿了呀？乱。乱？不会吧？要在这里乱来吗？你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说我们两个做些什么才算乱呢？你想干嘛？这跟采石传说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有的说了。据说呀，万物皆有灵。曾经呢，有一块小石头，它即将修炼成仙，可在最后的一刹那，它看到了大海的宽阔，所以心有留念，留下了一颗小碎石。但谁也没想到啊，当他真正成仙之后，就是因为没有这颗小碎石，所以百病缠身，最后就死掉了。而这个碎石呢，最后也就化成采石，帮助别人去除百病，帮助神仙恢复法力。可这跟乱有什么关系啊？可惜呀，我那个姓黑的朋友不在呀，他要是在，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来这。仙子，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吗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我觉得仙子一定有其他的目的。我现在真的很乱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好了，既然乱就不要乱想了，咱们还是赶快找找采石在哪吧。
又是哪儿啊？我们已经离开那儿了吗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？什么声音？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声音越来越近，而且还似曾相识啊？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哎，你跑什么呀？老娘可是神仙，我可以用法力对抗他们。我。哎，你不要耍帅了，法力用不了了，快走啊！为什么用不了啊？快，走吧！哎，那什么呀？看样子好像是定魂妖。定魂妖，这么嚣张啊！这里有定魂妖，一定封印着什么。哎，管他封什么呢？现在怎么办呢？前有狼，后有虎啊！如果只有狼跟虎就好了，现在是前有妖后有食人，那怎么办呢？谢谢。恭喜你们呀，通过了采石的考验。考验？我是采石精灵，奉家师之命守护采石。刚才的山洞、巨石以及定魂妖都是家师对你们的考验，而你们呢，通过了考验。可之前那山洞里什么都没有啊。其实山洞里是有提示的。来这儿的人多数都是为了寻找采石，他们的目的性太强，一进山洞就会有危险。至于是什么危险嘛，我就不跟你们细说了。但是仙子，你的心是乱的。我？你有时候会想一只猴子，还会想他。他？可能是因为你正在怀疑他，所以才会扰乱你的心。但是，你这个第一关也没有什么难度啊。你错了，人的心是自己最难控制的。比如说，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内心去不喜欢他。你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获得采石，你就无法控制自己心中的欲望。如果刚才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你就死定了。哎，你说到刚才那个定魂妖，还有那些乱石。对啊。来这儿的人都是没有办法施展法术的。相信你们已经发现了，但是你没有用法术就杀死了定魂妖，而定魂妖的血就是碎石的关键。那块巨石用任何武器都没有办法把它劈开的，除非是定魂妖的血。想想你们也真是够幸运的。不过也是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刻救了你。这么说来，还真是有惊无险。所以。这块采石就给你们吧，相信你们也是要治病救人的。但是我得告诉你们，采石只能用一次，再次来求采石，你们可就没这么走运了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好了，任务完成了。
既然仙子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，哎，大王啊，我们这找了这么久，也看不见唐僧的身影，你说能不能是观音大士制服孙悟空的时候，把唐僧也一块带走了？就是大王，你看这除了沙子，哇，连毛都没有。除了沙子还有头还是肚子？你以为你很聪明吗？两个都不是啊！我现在不想看见的，能不能让他滚远一点啊？滚呐！大王，大王！我让你滚远一点，你滚回来干什么？你傻妞！你怎么说你傻？你怎么还找上了呢？大王现在在气头上呢，知道吗？最重要找唐僧，懂不懂？大王，你再啰嗦事情，我把你拍到沙子里！没有发现。你发现什么了？喂，这谁呀？哎。你好，姑娘，我是至尊宝。至尊宝，我还以为是唐僧呢，原来是个女的。大王，让她去使，我们再去找。哎呀，不用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人。美人啊，美人，你醒醒啊！大王，这位姑娘从回府就一直昏迷不醒，你叫她，她是听不见的。是我把她抱回来的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要你说，你闭嘴呀你！美人啊，哪怕你醒过来再看我一眼，告诉我叫什么名字也好啊！哎呀，风牛去请大夫，怎么请这么久还不回来啊？问你话呢？小的，你不是大王，你不是让我一直闭嘴吗？小的，风牛刚出去5分钟，才刚5分钟啊！怎么我觉得我跟美人已经相识很久很久了呢？哎呀，快请啊！美人有救了！大夫，怎么样？你别摇头叹气，说话呀！哎，来人，肿了，换个大夫！哎，别，大王，做大夫的那前面装一装，是必须的，耐心下，好吧？所以说，美人她没事了，也不能说没事，但是死不了。用你说，什么时候能醒啊？也醒不来。来人，肿了，换个大夫！别，大王，你冷静一下，听我慢慢说嘛。啊，这个姑娘的脉息正常，但是渐渐变轻。她的呼吸正常，但是在渐渐变弱。她的心跳也正常，但是在渐渐变慢。说重点，重点嘛，就是说这个姑娘现在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，但是她的生命迹象在慢慢消失。说人话，那就是现在还活着，但是也活不了多久了。想办法救她呀！问题就在这儿啊，她一切正常，我找不到病因呢。那找不到病因，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施救啊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个姑娘一定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无可恋，她已经完全丧失了求生的欲望，她不愿意醒了，还是早点准备后事吧。哎呀，美人儿啊，真是天妒红颜，造化弄人呐！
第一次跟你相遇，竟成了永久的分离呀！哎呀，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啊，美人儿啊！我爱给你12个时辰，不论用什么办法都要把我的美人救活。不，12个时辰是万万不可的。来人，住了，换个大夫。不，大王，我一定倾尽我毕生所学，我尽力而为。开始吧。现在？当然。会不会因为太烫了呀？我先试试。大王，味道不错啊。我一共就配了这么1碗药，而且这是大补的药，那要是没有病的人喝了就会。等一下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让你救人啊！你把我弄伤了。我是在除妖啊！你疯了！我们都是妖怪啊！拜托！大夫，我忘了。哎，你到底是不是大夫啊？来人呐！别！不！大夫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我还有办法，你放心。好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我的美人还不行的话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吃了你的肉。伏牛，看好他和我的美人。子夏青霞有难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玉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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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件大事，请玉帝定夺。什么事？慌慌张张的。青霞、紫霞2位仙子下凡，如来佛祖曾委托2郎神君协众天兵天将捉拿。可现如今，这2位仙子这受伤，命不久矣。2郎神君深感不安。当初如来只是让他捉拿，可现如今，会不会被误会是我们伤了仙子？臣调查了仙子受伤的原因。什么？你还去查了？啊？可什么也没查到啊！哦，太好了。啊？没事，我是说你能够主动去查，说明你对工作很有积极性，这个太好了。那是自然，只是玉帝，您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？要不要向佛祖？不要。那要不要请2郎神君把他们给接回？不。看来只有微臣亲自出马了。他们之所以不能苏醒，是因为有心理问题。你住手！你不准去啊！这个毕竟是佛祖的委托，我们只要解释清楚了就好，不然欲盖弥彰，对吧？好吧，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，我会亲自向佛祖解释清楚的。那臣下去吧。是。
音大师饶你不死，让你在此抄经赎罪，你竟然还不知悔改！弟弟，你快救救我！我不想在这待着了。观音不是在这让我赎罪，也不是饶我不死，他是觉得我罪孽太深重了，需要在这里抄经3年，才有资格承受丹炉的炼化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进了丹炉，还侮辱了人家丹炉呢。可是你让我在这抄经，还不如让我死呢。玉帝啊，玉帝，你快救救我吧！再给我次机会，我一定把这任务好不好？哼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让你代替孙悟空降世，你却打着他的名号为非作歹，还企图吃了唐僧取而代之。我为什么还要救你？